伊开始啊，吼，录影了吼。好，今仔日是2022年6月初4，第37回世界台湾文学论坛。今仔日是第一个礼拜是台湾文学欣赏会，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桂兰。咱今仔日会当邀请到吴忠祥社长来演讲，实在是真有福气吼。啊，多谢。现主是呢，伫即个文学的、即个台语文学的即个市场上啦，咱讲市场上，哦，诗人不止啊济啦吼，满世界。但是咱足欠缺即个小说啦。若是咱咧讲第一代的即个小说家写了上好，差不多甲看起来都是陈雷先生甲即个陈明玲先生啦，嘛是阮咧所拢需要使用的一个基本的教材吼。若讲到即马来讲第二代会使讲着是吴忠祥即个社长，我爱称呼伊社长，袂当讲兄。因为吴忠祥社长伊的陈雷先生因有年岁上有差一开去啊吼，所以伫社会变动啦，迄个概念之下吼，变化诚济吼，嘛较复杂有较新潮流的吼，所以伊伫语言的运用上吼，嘛是加足济的变化，嘛有较多元性、多样性，这是等于讲个拓宽即个阅读的视野，嘛是真有路吼，甲即个文学的艺术性阁提悬诚济，伊也运用着介济即个西方的即个技术啦吼，人讲说是叫伊的册我拢有甲看吼，拢有即个魔法写实，阁有即个乡土的味。文学的小说，若是要真做一个有历史性的，伊的确袂当离开即个土地，即个土地的人，人事物拢袂当离开遮吼。看伊的册吼，嘛是足感动的吼，特别嘛拢关心台湾现主时咧发生的代志吼。咱加话就莫讲，咱就直接来交互。吴社长，因为我想伊传的资料一定足澎湃吼，搁了后啦，迄落抑搁有陈雷老师吼，要甲伊对谈，搁有两光兄吼，遮秀婉水因遮拢是迄落甲因过来迄落20几当前的老朋友，今仔日搁会当伫咧山顶咧，会当见面吼，这实在是真快乐、真喜乐的日子吼。咱今仔日就。加话免讲，咱就直接将时间交互即个吴社长来，大家甲欢迎拍拍一下嘿。多谢大家。大家好吼。我请问我应该是爱讲偌久？讲到偌久？原则上是60分钟啦，就是讲若10点到11点遮，你当然超过也无要紧，因为即摆即个论坛吼。愈做愈澎湃，愈好吼，逐个拢毋甘走啦，嘿。所以有当因为我演讲会使讲3点钟啊，我是要问讲我会使讲偌久？就是讲叫恁来拜啦。无要紧，即个时间差不多1点外钟啦，嘿，1点外钟啦吼。OK，安尼我知影。我拄则有分享的迄个泡泡，恁敢有看到？即马无看到呢。即马无看到吼。安尼敢无？有看到吼。好。即马我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对台语小说来起造一个新世界。确实讲，我最近有出一本台语的诗集啊，所以我出台语的诗集算第2本毋过我主要也是以写台语小说为主。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第6本了嘛。
所以我想我要是来讲对小说的即个部分来讲，小说甲世界即个距离，佮有后壁有一寡题目吼，再来甲大家来讲。我前一阵上新发表的一本小说叫做《反应河的奇航》，迄本册有引起安尼声有清楚无？有有啦有，吼，真清楚。边因为有人讲话，好。迄个《反应河的奇航》这本小说，因为引起一寡讨论吼，所以后壁我看有机会来讲这本小说无。最主要就是讲，我用这本嘛用这个PowerPoint来甲迄个甲大家来解说讲啥会写迄本小说，佮迄本小说前后，佮有伊背后一寡议题安尼。小说小说甲世界，其实这是所有写小说的人拢会去想的一个问题。咱过去受中国的教育影响较早伫咧台湾受的教育，世界咱要安怎认识、认捌这个世界？其实这拢是一直我开始写小说在想的问题吼。你比如讲，面头前咧看这种世界地图，咱要安怎来理解这个世界？过去咱受的教育内底，就是讲这个世界是有几个文明的中心，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就是波斯嘛，叙利亚当然就是甲基督教文化关的中亚文化，来佫有即个埃及嘛。大部分咧讲的教科书内底咧讲的是即几个中心，毋过敢是真正安尼？敢是讲即个世界文明是即几个中心来形成的？这拢是我开始写小说以后咧思考的问题。毋过今仔时间较有限，我则无先加讲，我先来讲小说本身甲世界伊有啥物款的关系？世界是安尼啦。对我所了解的世界，咱所了解的世界，我先举一个例，比如讲今仔日拄好是6月初4，1989年的6月初4是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嘛。天安门事件发生偌济代志，伫这个世界发生啥物代志，咱大约是知影，中国人无一定知啊，毋过咱台湾人徛伫边仔是加减知影，全世界人可能加减拢知影。咱为报纸是讲为各种媒体，咱拢加减会使知影讲，这个世界大约是安怎。所以这个世界嘛有足侪款的文字也好，影像也好，来报道这个世界。所以比如讲边仔这个 Tank Man 这做有名嘛，咱为这个影像，咱会使看到讲，这个世界大约是啥物款的。嘛有人用文字去来记录整个的天安门事件。你若讲你即摆甲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就今仔日你甲拍去 Google， 你甲拍咧，内底报道就足侪。遐个报道大部分新闻的报道，就是咧报道即个世界内底过去历史内底，伊有遮个物件，包括讲中国安怎用伊的战车去镇压伊的抗议的人，安怎屠杀伊的学生吼，这就是讲世界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有即个真实的即个面，这是已经发生过，甚至当咧进行的，这是安尼。毋过小说是啥物款呢？我想要讨论这个问题，我先用一寡时间来念一篇小说好啊，就是一篇我家己2当前写的一篇小说。大家来比较看卖讲，小说甲世界有啥物款的无共？这篇小说是我2当前写的小说若用小说来写天安门事件，差不多是安怎写？这篇小说我叫做《一支万年表的故事》。我去过北京2遍，10几年前去出张，有一遍佮家己一个人行入去天安门广场啰啰嗦。迄时中国人已经真爱创抢国威，这个建筑开偌济钱起的，这座桥偌紧就做好，等等。有寡欧洲的电信设备厂商，台湾人较早伫台湾做工课，办公室收起来，也是互人夹去，人只好来北京的办公室办公。讲嘛无奈，其中有一寡真欢喜阮去出张，老朋友听到消息就少食饭。讲真侪当地听到看到的代志，互我知，大约拢是讲街路店面一个手反映甲虽然服务水准真良光，毋过街仔路四界是大面积的名牌店，看到袂输亚洲新兴的休闲之都。食饱会当去行踅踅咧，
我讲毋免啦，总是倒转去到三宽顶的饭店，要是坐袂牢，就一人溜出来见识一下。见识者，我行来行来到一间高级表店，就行入门。一位查甫店员穿甲真闭杂，毋过上人的眼光无特别友善。该当已经看出我是买袂起啥物名牌手表。伊身边阁徛另外一位经理。你想看什么腕表吗？腕表吗？店员问我，都好，我不太懂。我讲，都好就很麻烦了，总得要有个想法。伊口气无善，想要刮人客的面枪，不然就拿个万年历表吧。我讲，伊看我讲，那很贵的，先生。贵吗？都是些什么人买？谁都能买的，但达官贵人总是多一点。先生您台湾来的吧？做什么的来这里啊？我来看房子的，想买个几套在东三环那里。哦，那里挺好，挺好。因阿讲，那个拄仔连一支金色表壳的皮带表摕出来。这万年历的，您看看。我接过手，白色灰仔质的表盘，有真侪幼尖甲数字，复杂又路，是非常雅的一支手表。多少钱呢？我问伊，65.8万人民币。当然是人民币，特价过的。很多人买，当然，这表抢手。不瞒您说，这价格在我们客人里边不算是特别贵的。哦，我甲表拄向伊，喜欢吗？伊的眼神有遐疑，敢若是讲我早就看出啊，你阿草的是买袂起啦。是喜欢，我讲，但不知道功能怎么样。它可以调日期吗？当然可以啊，要用根小棒子就是了。过去的日期行吗？行啊，先生，这可是世上最好的一只表。你若定下了什么日期，我都可以调给你瞧瞧。伊把揪出看我，所以调1989年行吗？当然行。1989，那日期呢？就6月4日吧。我一讲煞，伊目睭天大蕊看我，敢若我的身躯倒火共款。煞了，伊喙开哈哈，袂输要讲话，毋过佫发袂出任何声音。我看到伊的嘴，敢若正摒势伫喙面，弹咧弹咧，雄雄为伊哀伤起来。哦，这篇小说已经结束啊，吼，就是无足长啦。这篇小说就是伫1000字左右。有人要讲话呢？请讲。毋知毋是啦，大家伊对这个叫歹敢有我叫去歹势。看袂到大家人反应吼，嘿嘿，不要紧。敢有人对这篇小说有啥物款的感想？会使讲一两句，互我了解啊？人甲你拍扑啊，你应该会当看到有足侪人会拍扑啊。多谢。伫倒边嘿。OK，这就是小说啦吼。你会使看到讲，其实世界甲咱的世界甲世界是安尼。毋过你一个人你要写小说的时阵，写出来小说是安尼。哦，你可能会感觉讲真无共。我来讲这个无共啦。其实对我家己来讲，写小说并毋是甲写新闻是共款的代志。哦，以世界来讲，我家己徛伫个小说家的角度来讲，我看这个世界是分做两边的。伫普通的倒手边，就是讲已经存在的世界，佫有一个成型中的世界，也是讲咱当伫起造中的世界。哦，倒手边就是讲咱的世界的一个发现，也是讲现实的一个。你会使现实这两字，你嘛会使讲历史啦。你讲是历史的发现，现实的发现，也是讲历史的乌骨，也是讲现实的乌骨。就是讲你现实的真相，也是讲世界真相的乌骨。这敢是小说家的任务？是啦，
即马袂少小说家是拢会写这个物件嘛，历史小说好，即政治上嘛做事件，写一寡历史小说啦，斯卡罗嘛做有名嘛，拍做电视，这拢无毋对啦，这种真好诶物件啦但是对我来讲我感觉时间有限啦，若敢若去写一个，去发现一个现实，小说家做诶无一定会比历史学家较好，小说家做诶嘛无一定会比一个伫咧现场诶记者较好。嘛无一定会比活过迄个时代诶真实诶人会发现较好。所以已经存在世界只是小说诶基础尔，就是讲现实诶发现啦，是讲甚至有一寡小说，我过去写200诶时阵是，其实嘛加减有学过一寡新诶现实出来。所以现实诶学过可能对现实这方面来讲，会使做到安尼，已经是更较进一步啊。不过呢，对我来讲，起作中的世界，还是讲当咧成形之中的世界，可能是小说更较重要的代志。这个起作中的世界，伊就会去牵涉到啥？伊就会去牵涉到讲，我对这个现实的回应是啥？还是讲我对这个历史的回应是啥？以我头拄只迄篇小说来讲，迄个是啥？迄就是我对迄个历史的回应嘛。我想要写这个，我是咧回应讲，恁中国人，恁根本你就家己发生代志，啥物代志？你是一个无能的状况嘛？这就是我讲做台湾的历史小说家，我咧讲伊中国的历史事件的时阵，我的看法就是安尼。因表面上对咱足厉害安尼，毋过对咱来看，我感觉伊啥会拢无，因为伊连知影历史的管理都无嘛。你知影迄伫 Google 拍64是完全找袂到物件的，所以迄是一个足讽刺、足荒谬的、足咸的一个现象嘛。所以对我对这历史，还是讲我对现实的回应，我就是用小说来讲。一个记者讲，我都用我的方式来讲，我想是无可能的，因为写记者、作者。记者甲历史学家咧写因的文本，因有一定的规律嘛，有一定的规范，所以伊可能袂使用我头拄迄种方式来写，但是咱小说人就法度嘛，所以这就是一种现实的回应，还是讲甚至更较深来讲，会使讲是一种现实的产物，比如讲反映回机行，对我来讲，迄就是一个现实的产物嘛。我迄当阵写反映回机行足简单的，我干若要记绝一个事实尔，就是讲我要记绝做也死也了久啊。我认为讲台湾伫这个世界内，无应该是孤儿。虽然讲台湾的作家过去，吴浊流先生伊写过也死也了久啊，但是我记绝这种意识，要记绝这个意识，足简单，就要写出一部小说，互感觉讲咱台湾人是会使甲人做朋友的。所以我伫咧8当前开始写，7、8当前开始写反映回机行的时阵，我就设计讲，有只船啊，驶去到菲律宾海的正中，就是伫咧西太平洋的正中，只船啊来大部分的人拢台湾人，结果船我伫咧菲律宾海正中拍，菲律宾海足大，菲律宾海是台湾的面积的500倍。伊是伫咧西太平洋的西边，伫咧过宫古海峡了中有一块菱形的海域。这样你走复兴路，复兴路还没到，对啊。歹势，有人举手吼，敢有？有人举手，但是有人麦克无关，我会甲伊关起来。好 ，OK。所以我认为讲小说，我要参与这个代志，所以我可能若讲伫咧美国加州的人，可能有的人要无袂赴看到读到我这本小说吼，我就无讲上济。毋过伫迄篇小说内底，我有写着台湾甲日本、甲台湾甲美国的合作。迄当阵疫情还未开始的，所以伊有一种预言性啊，预言性，所以迄篇小说有一种现实的产物安尼。等下若较有时间，会使来讲即个部分。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就是讲伫头拄仔迄篇小说的对照，甲咱咧讲迄个新闻报道的即个对照内底，我先记出即个情形，就是讲小说的世界是安尼，
小说叙述的世界是安尼，伊甲世界是无共的。哦，一个小说家所关心的物件是无共的。哦，伊关心的是当咧起造的一个世界，安尼。哦，所以伊即个关心是包括伫咧语言上的，伫咧叙述顶悬，伫政治及认同顶悬，拢有即个情形吼。哦，对我来讲，我家己啦，对我家己来讲，我感觉，假使我的时间开足侪伫咧现实的发现甲乌困，得甲我的努力，得甲迄个历史学家，佮甲记者重复啊，安尼我都无必要。哦，所以我会开较侪伫咧现实的回应，我家己的创作是开较侪伫咧现实的回应，甲现实的参与顶悬。哦，所以刷落来就是我开一寡时间来甲大家来讲，哦，既然小说写的是一个起造中的世界，哦，还是讲成形中的世界，安尼叙述者伊是要创造出一个什么款的世界？伊家己其实伊有一种创造哦，就是讲伊有落一种文字的权利是会使创造的。这是我对我的叙述的诗学，所以诗学就是讲啊，安怎来构成这个故事。咱写小说的人拢是基本上伊拢是有一个语言的基础啦。语言的基础是啥物物件？就是讲咱有一个语言的环境、语言的基础，咱是生活伫这个语言之中。语言就咱像个沙坡共款，沙坡的沙，咱伫个沙坡顶悬行，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语词、所有的文字，咱听到所有的话语。哦，咱的感受，咱伫咱生活头的感受，遐全部拢用文字语言的形式出现。每一个物件都咱像一粒沙，咱伫即个沙坡内底咧行。语言就是迄个沙坡。当咱伫即个沙坡的时阵，咱来准备要捏造出啥物款的事实，这就是叙述要叙事啊，吼，叙述要做的代志啊。叙述简单讲，就是小说创作咧做的迄个创作上界基础，就是咧做这个代志，就是伫即个语言的沙坡内底，要甲啥物款的事实的迄个面相，还是讲你会使讲是伊的雕像、雕刻啊，你是要刻出啥物款的像出来？哦，迄是一个事实的像，因为咱毋是创造迄个事实的人。毋过伫咧小说内，咱毋是真正的创造者。毋过伫咧小说，我讲的，咱毋是世界的创造者。毋过伫小说内底，咱是一个创造者。咱是要创造一个甲真实的世界组成的迄个世界。哦，是为着要表达出一个事，为着要捏造出一个甲现实的真实组成的迄个事实啊。啊，你要为什么款的物件捏造？你当然是爱为语言的迄个语境内底去捏造嘛。你去沙坡内底要捏遐物件出来，啊你这世界较大，你要捏啥？其实你要捏的迄个物件，甲你的感情有关系。你认为你介意的物件，你爱的物件，你认同的物件，迄就是你想要表现的物件嘛。伫你介意、你爱、你认同，甚至你找的物件，你要反对的物件，你要抗议的物件，你要对抗的物件，迄拢是感情的作用。伫这所有的感情，伊会去决定你要写啥物事实。哦，譬如讲，我拄拄则迄篇小说来讲，我想要杀迄个标啊，因为我要杀迄个标啊，就是我要讲迄个日记，我就是要讲伊中国人连迄个日记都讲袂出来，所以我自然我就去写一个事实，迄个事实上是一支手表，是一支万年手表，是敢若我叫伊甲我调迄个日记出来，伊会惊死的迄支手表。所以我是先有迄个感情，我才来找讲，我想要去写什么事实啊？哦啊。我有啥物款的感情？我背后就我的信仰嘛。当我搁当的到头拄仔迄个900几的足底极底篇的小说的时阵，我的信仰是啥？谁来我有即种感情来写？拄则迄篇遮尔底的小说，做一个根本的迄篇小说，迄个信仰是啥？迄个信仰有可能是甲自由有关系。就我认为讲人拢应该是自由的。我为着要抗议讲中国对迄个自由的迫害嘛，所以自由这个信仰。就去驱动我的感情，去找出迄支标仔来写，去找出我去北京游历的迄个经验，我去做一个经验来写。我事实上是真正捌去过北京2届啊，毋过我无去过迄间表店。毋过我为着要写即个1989年6月初4的即个代志，所以我就捏造一支表仔出来，捏造一支表仔店。
列做一个点源。毋过恁无人会认为讲我写的点源是无存在，因为我伫迄北京我当地的点源拢是即种型，足合理的一定会安尼。我只要穿衫若穿到无讲足biz杂，我行去啥物款的精品店，对名牌店的时阵，就是无人会讲我，无人会用正眼甲你看。所以，我写的事实，伊基本上就是甲真实的世界足像的。啊，我会使写出足像的即个世界，是因为我伫用我的语言来捏造的迄个材料，我就是摕出真实的物件来捏造的。所以我做出来的物件就是会甲真实的迄个对象足接近。这就是一个要写小说的人所追求的即种，应该是讲即种技术面的追求啦。就是讲咱写嘅毋是讲我烧一个录音机，咱要写故事，毋是讲我烧一个录音机去菜市仔口，去菜市仔口字话你听着啥，甲遐字写出来，迄个是小说，迄就是文学创作。我感觉毋是所以我伫遮我的叙述的思考内底，就是讲咱的创作的过程，为文字形成的过程，伊是为语言，哪像迄光碟共款，一个光层共款光入去到现实内底，事实的雕像，为事实的雕像，佮光入去到感情内底，最后光入到信仰内底。毋过若以发动的前后的顺序来讲，应该是讲为信仰去驱动咱的感情，为感情去驱动咱写出来事实，为事实内底，咱家去找找语言的材料呢所以大约这就是我的迄个事实的迄个思考。刷来就是讲，今仔若时间搁较济，我会用较济时间来讲即种道，因为小说的事实原理就是安尼，今仔日时间看起来相对较有限，我是只好尽量讲啦就是讲小说的事实的原理，若用一张图来表示，就是安尼。这毋是我发明的，这有一个叙事学的物件这全世界有一个小说叙事学一个专业的科学咧讲即个学科咧讲即件代志毋过我伫遮大约甲逐个朋友来分享讲，其实小说的事实确实就是有即个过程在运作，伊就是为倒手边的即个真实的作者，入来甲透过一个稳重的作者，来爱做着一个人来讲话，讲故事，讲一个故事互听故事的人、叙述者，互听故事的人知，然后呢，靠即个过程，靠一个稳重的读者传互即个真实的读者知影所以规个小说的本身，伊毋是干那讲一个文本的故事形成伫遮尔一个小说家，也是讲一个写小说的人，伊要起造一个世界的时阵，伊也去决定讲，即个故事的稳重的作者是啥，稳重的读者是啥。就是讲真实的作者，当然，比如讲以我家己写的小说来讲，真实的作者是我。毋过是由上要来讲即个故事，由上为用啥物人？假使遮有角色有3个人，有 A、B、C 3个角色，你要用倒一个角色来讲即个人？伊稳重的作者是啥？稳重的读者是啥？稳重的作者，伫我遮来讲，稳重的作者甲伫拄则我头拄迄篇小说来讲，稳重的作者甲真实的作者是真大近啦。你会使讲，就是一个伫台湾写作的一个人。毋过，敢是我本人？其实嘛会使毋是我本人。毋过，我透过迄个讲故事的我，讲一个故事互听故事的人知，我的稳重读者是啥？其实我的稳重的读者，我头拄我迄篇故事，我的稳重的读者，其实是2种人。我上早是用北京语的版本写的，我的稳重读者是2种人，一种就是台湾人，一种就是中国人。这是我的2个稳重读者，就是我写一篇故事的时阵，假使若有一个中国人读到的时阵，伊会感觉足疼，伊会感觉足刺激的，因为我迄个插入去伊的核心嘛，对，插入去因的问题核心。有我打这篇故事伫咧 FB 的时阵，足侪人讲伊这篇小说造成的乌痕里，因为伊迄乌痕里伫咧尾仔迄个结束的时阵，拢会甲一支鞭状，甲一支刀杀出来，对读者的心肝头总甲插落。我这篇小说的策略就是安尼，就是上尾我甲迄日记讲出来尔，伊就为读者的心肝头插落。所以我的稳重读者其实佫较侪是中国的读者。当然
佫有台湾的读者，台湾的读者，我想讲，互台湾的读者知影自由的可贵，会使知影讲资讯自由、通讯自由即种可贵哦。毋过即种相对的迄个影响力是较无安大的。哦，当然，伊若透过传播的媒体，也去到真实的读者的一个过程。哦 ，OK， 所以规个小说的叙述的原理差不多是安尼。所以咱要写的物件，因为有即个过程牵涉伫内底，所以咱要讲一个故事的时阵，我选的一个角色要讲一个故事互人听的时阵，迄内底就会使开始牵涉到咱的故事的内容。迄个故事的内容有啥？有所有的情节。所有的情节有所有的对话，对话有两种部分的对话，一个部分的对话是外在对话，一个部分的对话是内在对话。拄则迄篇小说内底用北京语写的，就是外在对话，因为我去伫迄个北京旅行嘛，我甲遐店员讲话，我是用北京语讲的，迄个对话，所以你看到北京语的对话，迄是外在对话。毋过所用台语写的是内在对话，内在对话就是我作叙述者的独白。就是伊家己，伊咧叙述，伊咧叙述的迄个话，迄是内在对话。哦，过去的乡土小说内在对话是北京语的乡土小说，黄春明迄个时代的乡土小说内在对话是北京语的，外在对话是台语的。毋过我拄则迄篇小说拄好倒并倒，伊迄是外在对话是北京语的，内在对话是台语的。内在对话偌重要，内在对话就是咱的感受、咱的感情，因为咱毋是咱小说这个物件，你会使讲全部小说就是一场对话，所有的逐个字拢是一个对话。你对于家己讲话，你一个作者对家己讲话，还是讲你一个作者甲耳仔拍开，伊听市场内底两个人咧讲话，听这个世界任何两个人咧讲话，所有的对话，你会使讲一篇小说就是一场超级大的对话。这种对话内底包括着讲你对这个世界的反应，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啥物款的设置，你感受到这个世界啥物款的温度，你听到这个世界啥物款的音乐，好听也好，无好听也好，你介也无好，无介也好，你浸伫这个世界内底，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你所有的感受，你感觉压杂，你感觉欢喜，迄拢会形成一个对话，迄叫做内在的对话。所以一篇小说伊咧处理的，你会使讲伊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场超级大的对话。伫即个对话内底，基本上你著出侪金的去掌握，包括着一个语境，包括着场景，包括着处境，你全部的历史的金的，包括历史的语境，你谁会讲一句话？语境这物件，我小等下开一寡时间来讲，比如讲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历史语境。咱台湾人，我若讲啥，大概若到3月，你著想着3月春天有当时足寒。咱讲即句话，先敢若台湾人知影，因为台湾人知影3月春天、3月春天是啥物款的意思？寒冷的春天，迄就是讲2·8。因为2·8事件了，3月初6，高雄就大屠杀啦，规个台北家人3月初8整编21军嘛吼，是啥？因着伫个家人港口可汗。因为我拄好有写过2·8的小说，所以3月初8开始中国兵啊一上岸就开始大屠杀。所以当咱讲3月春天有当时足寒，咱即个历史的语境伫个台湾是成立的。比如讲文化语境，文化语境足简单，咱看一个人穿衫规个红拍拍，头毛佮夹春仔花，咱知影讲这人跟厝内底有喜事嘛。毋过共款的道理，你若讲日本人结婚的喜事是安怎？有可能是规身躯穿甲白丝纱安尼。迄著是日本人。迄是日本人的文化，迄一种语境。甚至讲，有一种地理的语境，咱拢有种经验嘛。咱迄语境其实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就是讲，你浸伫内底，你根本你连去想，你也无需要想，你就知影的物件。比如讲，咱拢有种经验，就是讲，我若咧赛车的时阵，若接到一个电话，我嘛无专心伫看路，毋过咱不得不咱就甲车驶转去厝内底，佮停入去车库，佮甲车库的，佮下意识佮甲车库的迄个锁匙，啥出来停，车拢停好势，电话佮继续去讲。
迄是啥？迄就是一个地理的语境伫咱的头壳内底运作。咱知影咱的厝伫佗，咱有一个 GPS， 咱有一个 Google Map 伫咱头壳内底。迄个 Google Map， 咱为咱上班的所在，是讲咱去到任何出张的所在，咱要转去到咱厝里，有一个地理的语境，就是一张 Google Map 伫咱头壳内底。迄个语境浸伫咱的头壳内底，所以咱无需要去动用咱的意识、咱的思考、咱的智能，甚至咱的智能。咱自然靠这个语境，咱的地理语境，会使甲咱领带转去到咱的厝吼。所以这就是语境厉害的所在。哦，过来就是描写，譬如讲你要描写啥物款的物件，比如讲我头拄则一篇小说，我其实我无开足一个所在咧描写，我干那描写店员的外形，还有伊的看袂起人的迄个眼光，我干那轻轻仔描写尔。但是伫即个轻轻仔描写比例内底，我伫一个所在描写较足深的，无讲足深啊，加几啊句啦，就是伫咧上尾3句，就是咧我要咧描写讲我甲6月4日、6月7日的日期讲出来了，伊看我的眼神，看我规身躯若倒火共款，佮有我看伊规个喙开啊，无落讲话，佮有我看伊喙伫舌里，伊的舌伫开啊的喙内底弹来弹来迄个面，我敢若加强描写即个所在尔。是安怎？我要描写伊的迄个行光，迄个行向，迄个条件。这个描写啊，啥物时阵要做啥物款的描写？这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创作者、任何一个画家也好，一个小说家，拢需要去注重的代志。伊一定伫重要的所在做大规模的描写。我伫足侪的场所内底，有甲人讲过小说的创作我发现，包括我最近嘛，佮一直咧读迄个文学比赛，咧深造的课，描写足注重描写人愈来愈少。描写即件代志，就若像讲一部电影的导演的迄个感觉。我想讲导演，你要描写一个人，一个主角安怎讲话，要安怎穿衫，化妆，化啥物妆，伊有啥物款的表情，种的。这为外表，为伊的形象，到伊内心的思想，甲伊的感情，这个描写拢爱做的，袂使讲干那一个情节写了尔。迄个人伫啥物款的处境，伫啥物款的环境，佮伊人本身拢无写，安尼规篇小说就放伊啊。安尼嘛无需要小说家来起造即个小说的世界嘛。因为小说上重要就是靠小说家的描写去甲即个世界，甲即个世界经营起来安尼。所以伊即个叙述的原理大约就是安尼啦。讲到这毋知大家有啥物款的，敢有啥物款的问题？若无不要紧，随时拢会使甲我拍断吼。若无我就继续讲吼。我举一个例好啊，因为其实我伫几啊场我讲过即个例啊。我即马即个例已经变做是一篇作品啦。即个例就是迄个阿呆抢案，阿呆抢案愈来愈有名，因为我定定用即个阿呆抢案。阿呆是一个房务工，捌一工伫咧一个拜三下晡，冲入去一间咧卖药仔的店，迄个药啊，迄间药局啊迄间药局是有家己去透过一寡特殊的关系去进口某一种绝症的药啊，迄种药啊是特效药，足贵的对。阿呆捌一个下晡冲入去迄家头的即间药局去甲迄个药抢去，结果伊冲入去了，伊就拍玻璃规冲入去了，结果警察就甲掠起来，拢掠着安尼，就上新闻，新闻都安尼写讲阿呆安怎伫咧拜三从入去去抢劫迄个药
新闻记者就去甲访，就去调查了，发现讲这药局是安那拜三会用抢，就是因为拜三下晡诶，因有一对翁仔某，毋过呢，因某呢，因伫咧拜三咧固定会甲伊诶囡仔可能有唐氏症会送去做迄做一寡治疗，还是安怎？所以伊伫咧拜三诶时阵呢，拜三诶时阵，等于讲药局敢一个人，所以风比较歹安尼，所以呆着趁迄个时间入去抢，呆要抢药嘛有伊诶背景，呆因为因兜有一个老母，迄个老母已经70、80岁着迄个绝症，就敢即个药会使，毋过迄个药佫无迄个健保来负担可能迄个药贵到啥物地步？伊是一个帮无工嘛，毋过迄个药是贵到可能一礼拜来10几万安尼，敢有种药有啦吼，咱确实讲是有即种药啦吼，所以呆就入去抢，呆要入去抢，佫有人甲夹着迄个人叫做阿美啦，阿美是迄个街仔尾担咧卖槟榔诶，呆足介意，甚至前一工有要提出一个要求，要甲阿美交往，毋过阿美看袂起，伊讲你连照顾恁老母，你都照顾袂好势啊！恁老母都病甲安尼你连一点办法都无，你要安怎追求我？咱两个做伙是袂幸福诶，所以安尼呆着迄工着毋知安怎就会发生即个抢案安尼。假使你若讲是有即个背景诶故事，你要安怎讲即个故事？你一个写小说诶人，咱要安怎写即个故事？而且逐个头壳内底会使哪转者会使哪转者。假使用我即张小说叙事诶原理诶一个表示来讲，你会使选一个角色嘛？逐个人诶选诶角色可能拢会无啥共。比如讲，我遮 ABC 嘛，即内底就几个人药局诶头家，药局诶某，佫有阿呆，对无？阿呆本人，伫抢劫诶迄个抢犯本人，佫有阿呆诶老母嘛，阿美。这拢是这拢是你要安怎讲这个故事？甚至讲药局顶悬的迄个卡梅拉，迄种客观写作是用卡梅拉的角度来写，嘛是会使所以你要安怎写作，决定你这篇故事你要传达什么价值，甚至讲你迄叙述者，你安怎选择的时阵，你有某种价值已经伫内底啊。比如讲我举一个例，上简单的就是呆嘛好，呆要讲一段话，一个叙述者听，你要讲互啥听？是呆要讲互阿美听呢？还是呆要讲互警察听？还是呆要讲互法官听？是呆要讲互啥听？还是呆要讲互因老母听？你看安尼就有4种变化，对无？其实4种变化伊会产生4篇故事，以呆来讲。比如讲呆伊若要讲故事，警察听是安尼啦，警官是安尼啦。我真正是善良人啦。我做帮忙我老母足老伊个得着迄个绝症我说我古不二三种，我迄讲想袂清楚啦。安怎你著甲检察官讲者，你甲检察官讲者你去讲寡好听话啦，拜托诶啦。我这真正迄落啦，我毋是你莫甲我写甲伤歹啦安怎伊会使用即种口气一直写咧。安尼会形成一个文本嘛？伊即个文本就是一篇小说这是第一个版本但即个版本就已经甲咱伫个社会版看到的新闻报道就已经无共啊，就是甲咱看到的世界已经无共啊。这已经是一个小说家所起造的世界啊，因为伊写的是一个看起来相对较弱势的人在对一个警察讲的话嘛伊敢有可能是安尼版本是呆讲互因老母听的版本？是啥物款的版本？有可能伊已经互关伫个看守所是因妈妈来看伊的，对无？伊
伊要安怎甲因老母讲即个故事？伊一定爱讲安怎？伊可能是安尼讲，伊可能是讲阿母啊，伊这更是咧免费先讲诶，讲阿母啊，你哪会过来看我？哦啊，我感觉中足对不起你，我毋敢看你。哦，我感觉我足不好诶，我无应该做即个代志，我想戆啊啦。阿母，我这是为着你，啊，毋过我根本连安尼讲诶资格都无，我竟然互你搁较操烦，我实在有够戆诶。我毋知讲安尼造成，你搁愈操烦。哦，阿母，我真正阿呆真正有够不好诶。哦，啊，你等于你爱原谅我啦，阿母。我真正我毋是挑故意诶。我想讲我安尼做会使互你较好过。哦，啊，我想要加陪你几个月啊。啊，这日子就已经愈来愈少啊。啊，结果想袂到你安尼搁愈操烦，我实有够不好诶。哦，伊有可能是安尼讲哦。啊，即个故事定爱讲诶时阵，伊出来诶感情甲种种诶物件，可能着甲伊对警察讲诶话，着小可无共啊嘛。哦，因为讲故事诶人，甲伊选择上要听即个故事诶选择诶本身，伊就已经是价值诶选择啊。所以当一个小说家伊去选择诶时阵，伊咧起造诶世界就已经咧进行啊。吼，伊嘛有可能伊会使甲阿美讲啊，共款偏偏即个事实正是阿呆，伊要安怎甲阿美讲？伊甲阿美讲，阿美你看，我毋是做袂到，我阿呆毋是做袂到哦。我阿呆虽然是对无，一个月敢若趁3万箍哦，伊这药啊，着算1礼拜。毋过我咧讲，我阿呆夭是一个查甫囝。我即件代志就是要互阿美你知影，我真虽然关伫遮，毋过我出来我是夭是一个查甫囝，我夭是有迄个勇气哦，会使做出一寡决定，绝对毋是像你阿美讲的安尼。所以今仔日哦，我做遮个代志。哦，我希望阿美你莫误解，我是有较戆，我无想着安怎。毋过呢，我阿呆毋是像你讲的安尼，毋是讲老母看病，我啥物办法拢无。无，我虽然讲干若3万箍，毋过我会使即届互掠着。我想无清楚，毋过我有即个意志，我会去拍拼。哦，我希望我出来以后，你会使继续甲我交往。我是一个有查甫囝气概的查甫人。哦，伊会当用即种角度讲嘛？当伊用即个角度讲的时阵，伊要凸现出来的，会表现出来的迄个，诚做一个小说的一个价值，就佫无共啊！哦，这是阿呆的角度。你看，用头拄仔一般咱所想象的记者的角度，伊所讲出来的世界，甲用阿呆的角度讲出来，阿呆已经讲3个版本出来啊！阿呆，我用作者的角度来写阿呆故事，我已经写3个版本出来，伊佫有第4个版本是因老母的版本。因老母有可能是入去，嘛是入去看守所看。伊即篇故事是为用因老母咧讲互阿呆的口气讲的。迄是啥物款的版本？是讲阿呆，你莫认为你做毋着代志。阿母知影，你永远拢是我上疼的囡仔。阿母知影你这是为着阿母咧做的，迄是阿母毋好。阿母是滴着即种镜头，甲你拖磨着，甲你拖累着。哦，阿母感觉足失礼。阿呆，你做即个代志，我知影是为着阿母，你毋通伤过自责哦。哦，你伫迄内底吼，啊，家己困好好哦。哦，啊，你茫替阿母烦恼哦。哦，啊，阿母逐工拢会来看你哈。这有可能是一个台湾老母会讲的话啦吼，有可能啊。所以安尼是毋是就已經4個版本啊？安尼就已經4個版本啊。所以敢有可能會使寫10個版本出來？我想我會使寫10個版本出來啦。像即個搶案，只是講咱無迄個氣力講，那共一個現實的世界要寫10個版本的故事要創啊吼。毋過呢，伫某一寡時刻，當所有的作家、所有的小說家要寫小說的時陣，應該是其實要好好來想即件代志啦。伊要用送做講故事的人，即個講故事的人是要講故事互送聽。有穩重的讀者是啥？哦，聽故事的人是阿美，毋過穩重的讀者有可能是普天下的女性。哦，聽
听故事的人可能是一个警察，稳重的读者有可能是法官，因为审判的人是法官嘛。哦，所以时间有限啦，所以我用这个阿呆唱案来甲大家讲，就是讲，其实在起做一个小说的时阵，伊就算是一个作细的故事，伊嘛有伊作者选择来决定，伊咧选择的物件，佮有伊要描写的物件，这拢是一个起做小说的一个艺术的核心哦。哦，这段我就先讲到这，这我就跳过啊，因为我拄则用，我这是咧讲我迄个金色倒数之歌啊吼，所以我这我讲者好啊，因为我想现代小说我伫个2008年写这是有一个安尼的一个起头啦，就是讲我迄当阵看一段历史，就是南美迄种灭族的历史，就是即马小琉球岛。啊，我这是为《热兰遮城日志》看到的吼，就是个接近400年前，荷兰的人甲迄个小琉球的人灭族，就是即马可能一寡朋友读过我《金色岛史之歌》，我咧写的即个故事。哦，所以当然伊就是甲迄伫个乌龟洞甲遐人烧死吼，即段我都无逐字念啊啦吼。啊，即个记录是即个热兰遮城的官员写配合即个写日志嘛，去对迄个巴达维亚的官员报告的即个文字嘛所以这就是世界，就是我拄则咧讲世界甲小说本身，这是世界记录。啊，小说的记录就是金色倒数之歌。金色倒数之歌的伊会得演变做一种小说的机构，伊就开始咧起造，伊就起造迄个世界。这个起造的过程，透过叙述者来讲，我是安尼讲的。我是南美金色倒数之子，我的名叫做大斑狗。南美的话念做塔潘狗，本地意思是海洋里的勇者。我是南美。我的爸爸讲，较早伫一个单雷落雨的时天，阮的祖先因坐竹排为海的南边来。阮爱唱歌，阮爱跳舞，阮爱讲古。阮的歌声、舞步甲阮的鼓，拢记伫金色椰子树的长长的树叶里。海风吹过时，因会是煞，哪唱哪讲。阮的祖先讲，留伫金色绿拄椰子树的一切，拢袂消失去。至少伫老红伊捌咧，互因掠去进前，伊嘛是安尼甲我讲的。迄是伫因翁门第一摆来攻打阮的前一暝。南风吹过山路搭顶厚厚的树藤，我经过老王伊捌咧的厝，伊特别用伊摇魂的手背甲我的手勒条条，佮用敢若咧交代啥物口气甲我讲的。伊亲像早就知影啥物，真实的。隔日因翁门就来啊，南美人互因杀死一半，一寡人秘起来，佮一寡人亲像捌咧共款互掠去。我是南美，我知影。老王伊捌咧讲的无毋对，这是祖先留落来的传说。有翁门会消灭南美，敢若留伫金色椰子树的一切袂消失去。所以即马，我要甲这一切交代互山顶的椰子树。我相信，总是有一日，有人会使听到我的歌，就算是足久的以后嘛袂要紧。这是我金色倒数之歌，这是我写故事用的。你若转去到头拄的一个原理你看。叙述者是啥？是迄个灭族的一个勇士是南美的灭族的勇士。伊讲一个故事，互啥听是互啥听？是互椰子树听竟然透过一种神秘的过程，会使传互400当后的一个台湾的子孙听。所以，阮种的作者当然是一个讲历史的一个有智慧的人嘛。阮种的读者就是400当后的台湾的子孙所以，这就是小说咧运作的一个过程，就是讲，咱透过小说咧起造一个小说的世界，咧回应一个历史，咱透过这个回应，其实本身是一个产物。这个产物本身就是咧讲，咱的认同要为倒位去咱要安怎来传领一个读者的认同好，
带领读者的感情，带领读者对即个咱的小说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反应安尼吼。这拢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当然，这我都无搁讲较济啊。因为我咧写这就是咧讲要带领读者来到规个南岛运动的中心吼。我顶一回去 LA， 就是咧讲国外的人写了的时阵，其实国外的人就是我拄则迄篇《金色岛数之歌》，搁了后我就开始写长篇的国外的人，是咧讲即个南岛运动的即个议题吼。啊，南岛运动即个议题，我毋是上早写，上早写应该是陈瑞兄啦。陈瑞兄写迄个乡土补给，即拢是规个拢是西拉雅运动的上起头的作品。啊，我就是线接伫伊的骹步后壁，所以写国外人安尼哦。啊，所以规个就是为迄个金色岛数之歌，到对即个历史的反应，到即个国外人，拢是即种反应哦。啊来哦，刷来一寡时间，我就来讲即张图啦，就是咧讲，其实稍等者吼。咱咧看即个世界对无吼？世界安怎运作？世界结构是啥货？世界安怎形成？其实一个小说家伊该当爱去思考即个问题啦，就是咧讲，咱要安怎去面对明仔载的世界，还是讲咱要安怎来回应明仔载今仔日的世界？哦，咱要安怎期待明仔载世界是啥款的型？我感觉小说家应该要有即个问题意识啊。我咧看80%伫咧台湾的啦，伫台湾现处是80%以上，90%以上作家是无即个问题意识的。哦，我直接讲是较粗鲁啦，咱想要写爽的。你若写小说要写爽的，莫写嘛。若要趁钱，若要有名声，其实无需要透过小说啦。其实小说是咧找问题啦，上起码啦，上基本啦。写小说上基本就是爱找出问题。卡输啦，连找问题都无，安尼就差不多无啥物资格啊，无啥物资格讨论啊啦，无啥物资格甲即个世界对话啊啦，变做是安尼。所以小说一个上基本的基础就是讲我指出一个问题啊。啊，当然以我来讲，我想就是要指出即个世界安怎形成。啊，伫即个安怎形成的规则内底，咱台湾要去倒去嘛？因为我无法度讲我家己是一个世界人，我上简单的就是讲我家己是啥？我家己是一个台湾人嘛。所以我写小说的时阵，我就是咧想讲，咱台湾要去倒去，这是重要的代志。啊，毋过咱要知影咱台湾要倒去的时阵，咱爱对世界形成的一寡规则，还是讲伊一寡结构，有一种基础的了解啊。哦，拄则我从一开始上起先在用迄张图，啥物世界文明的中心啊，中国啊、波斯啊、伊朗啊、叙利亚啦，迄种是一个，迄种无啥物说服力啦，就是讲，迄就是因中国人课本教咱的。毋过我豆较知影讲，其实毋是安尼啦，就是讲。文明的驱动，伊有足侪道理，足侪款的道理嘛。上基本的就三种，第一种就是较左派的迄种，马克思迄个阶级论嘛，就是一种，就是即种动力嘛，就是讲啊，因为生产结构的无共，因为生产结构之间的冲突，因为资本，因为人甲资本，因为劳动力甲资本的冲突，造成迄种阶级的冲突，那来吹杀即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嘛吼。这是一种。这当然就是一种左派理论嘛，左派的迄个，左派的历史形成的理论嘛。还有一种是，我头讲这是阶级史观嘛吼。还有一种是啥？就是生态史观嘛。生态史观就是讲，这个世界的历史，所以生态史观就是讲，西田几多郎，这日本的西田几多郎这两派，京都学派嘛。
所以讲啥就是讲啊，这个世界历史就是为这个打扫的地区，哦，为这个为较适当的地区来吹扫，哦，就是讲从干燥区往湿润区推动，就是为较大的所在往较湿的所在扫，啊，较大的所在人咬起来是蛮族所以较勇所以伊就为这个较淡的所在，种稻种麦种稻较有农产品，较有饲肉，而且较有饲羊饲啥，较有肉所以世界历史就是为这个打扫的所在来往较淡的所在吹扫这就是西田几多人的生态史观当然为法国开始的一寡海洋史观是讲就是讲这个世界是为这个文明的流动来吹送的，文明技术的流动来吹送的，还是讲技术的交换来吹送的譬如讲做铁的技术用火的技术，还是讲做啥物器具的技术，做肥的技术这种技术种稻的技术饲羊饲牛的技术，这种技术为对传到对这来催促世界文明的流动你比如讲因较早讲啥物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因那是文明的中心，伊的足侪技术拢是为迄草坡草原蛮族甲因带来伊安那做铁伊安那做铁这技术伊安种稻是波斯人甲教的迄可能印度人吧，因为无一项技术是中国原生的若以都市来讲，中国的都市因号称5000年有足早吗？5000年嘛无足早的都市大马士革9000年所以文明的中心是地中海沿岸嘛，地中海沿岸透过草原，透过一寡主要是草原迄当阵行船无遐尼厚啦，就是草坡啦，所以技术的流动就是为地中海的岸边为外口拓开拓去到迄个中亚草原，拓来去中国的嘛。所以当你知影这个时，你就感觉讲我那历史册顶悬白册讲到这到大航海时代，伊的技术的这个技术的流动，就搁愈精彩嘛。伫我咧写金色倒数之歌迄个时代，就是讲南美安那互灭族的，迄个甲即个文明技术的流动有关系伊就走海路嘛就是大航海时代，伊就是为迄个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到晚期的迄个荷兰甲英国嘛。除非就是因为因船的技术好因英国用铁做船所以因是铁甲船，所以因的船来嘛。日本人讲迄欧洲人叫南蛮嘛，因为迄海都为南边来，所以我伫遮画这线，就是为南边来对咱台湾来讲，对日本来讲，拢是南蛮嘛。遮西方的文明就是为南边来嘛，透过这种交换，甲技术交换嘛。这个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的物质的交换，还是讲文明的交换是啥？因就是甲即种科技的技术摕过来嘛。因经过因经过中南半岛烹料走入来台湾嘛。伫台湾摕啥？摕鹿皮嘛。佫有啥？佫有迄个中国的灰中国的地叶、中国的石因为因是片板不得下海，所以因那是海贼甲遐物件运来台南嘛，运来台湾，所以变做因甲遮物件来台湾交换嘛，佮甲日本的啥物？日本的银摕来交换嘛，甲一寡麦稻米、即种物件拢交换嘛，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去那个沙去出岛，我就是去看因交换啥物件，因有去重现迄个时代因的船顶悬缀啥，就是缀遮物件迄当阵日本是一个矿物生产足济，伫迄全世界可能占足济占可能1/3，我看着主要是1/3银所以因迄足大的实力来买全世界的物件，来交换全世界的物件所以
所以日本的文明甲即个大航海时代的迄个物质的交换关系。我想要讲这个，因为我伫金属岛书之我都记出两个代志，一条路就是即个北部的认同。我认为讲台湾人北部的认同是台湾人认同的一个重要出路，所以我用国外的人来记出认同的出路。第二就是金属岛书之歌，佮有记出另外一个物件，就是物质交换，佮有对物质交换掌握的能力牵涉着台湾的命运。所以我伫个国外的人出版了，我后一条路线就是写反映和记行，我就希望讲咱有法度伫全世界的经济交换，是讲物质交换的即个战场内底，咱会使会使得到优势。即个优势，即个优势是因为你咧看讲，即个世界现处是上我都掌握规个海洋的文明。我头仔讲迄个交换史观，就是某人讲海洋的史观嘛吼，因为伊是无陆地限制的，伊是一种自由交换的史观嘛。所以你愈有能力的人，你愈会使去换着对你的民族愈有利的物件，然后你的民族的力量会愈强嘛。这是咱为即个世界现处时的一个原则，也是讲运作原则所了解。所以我假设一个小说家，我就小说时，我就提出讲安尼，我伫写反映回记啊，我就讲安尼，咱台湾人的出路，咱当然就是爱较慷慨，咱毋是过去看陆地顶悬有啥物物件，陆地顶悬的限制一定足济，毋过海洋顶悬的空间一定足大的。你伫海洋，你会使去甲你所以你隔壁的国家，你会使交换足济物件，用你的优势去交换足济物件。咱现处时来讲，咱有啥物物件？我咧写的时阵疫情还未爆发。我较知影讲，咱连喙烟，就是一种，都有法度，就是咱种资本啊。咱进前有足济物件，其实只是讲咱家己毋知影尔。比如讲咱的高科技，比如讲咱的 IT 产业的产业，咱的制造业，咱的精密仪器的制造业。有咱的 IC 设计嘛，最近大家拢讲台积电，当然，迄是一个足重要的产业嘛。佫有啥？咱的制造业，足优路的制造业，足优的、足精密的机械制造业。你最近连迄做改装汽车的，都足请赢。对啊，你要改装汽车，改装甲中国迄边的赛车八算的嘛。所以台湾这方面的实力是足强的，改装车这是做什么机械，这都足强的。这拢是咱台湾去行世界一个足重要的技术的基础，嘛是咱台湾一个足重要的资本嘛。咱要讲做一个海洋国家，咱毋是咧讲咱对海洋偌济研究安尼尔，咱有种海洋的精神。海洋的精神毋是咧讲我去亲近海，我去嘉义海，还是讲我心胸外看安尼尔。海洋的精神，佮有海洋史观的精神啊。海洋史观的精神，就是迄讲咱家己，咱的厝内底，咱的仓库有啥物物件，咱欠啥物物件，咱爱摕啥物物件去甲人交换啥物物件，咱的后一步才会愈徛愈知，咱的子孙仔才会愈活愈好势嘛。这就是讲透过小说要起着啥物款的世界，我咧讲的就是这个代志，就是讲当现实的世界还未到的时阵，写小说的人已经在行，伊已经在讲，咱莫过去看过去受限制，咱过去是亚细亚的孤儿，毋过即摆毋是啊，即摆咱有真侪物件，咱会使甲美国做朋友，咱会使甲东南亚做朋友，咱会使甲日本做朋友，咱徛伫个第一岛链，咱是重要的国家嘛。所以咱有种信心的时阵，咱有法度起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伫迄现实的世界未实现，毋过咱先家己爱是伫咱小说内底实现，咱家己爱伫咱家己的文学内底实现。所以这个我都无讲啊。所以小说是因为安尼，伊有一种起着，伊透过我头拄仔讲的迄个史书的是一种一个诗学所以来起着一个世界
是安怎会讲台语？是安怎是用台语来记做？其实足简单嘛，因为台湾就是台语的语境嘛。啊，你要去定做这个台语的语境，你就是用安尼的方式来做啊。你就是一定要写台语啊。我拄则讲国外的人，国外的人就是在讲迄个北部的认同嘛，西拉雅的认同。反映和机行其实是我认为现在是对台湾来讲更较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讲正做一个已经开发的成功的国家，还是讲正做真正一个国家啦，可能甲我反映和机行咧写的问题有关系啊。就是讲这毋是干那国民认同，还是讲迄个问题尔。咱真正要有一个实力啊，咱真正要有一种甲世界交流的实力哦。所以大约是安尼。语境我头拄则已经先讲啊，就是讲伊包括着语言，咱咧讲迄语言的语境、社会文化、人际关系、风土、金的等等，哦，这拢是哦一种物件。语境伫台语内底，譬如讲咱咧讲泡澡、咧讲世字、讲幼路、讲新闻，即种物件吼是特别台语有诶啦。所以比如讲新闻来讲，咱久无看诶人，互相之间有种新闻哦，这台语诶语境会出现诶物件哦。嘛有即种语境即种物件嘛有即种，比如讲咱台湾人讲大厝，大厝诶意思就做侪种啊嘛吼，毋是干那讲咱徛诶厝，可能着讲官场。这伫咧。你伫咧北京语是无这个语境啊？北京语较袂讲大房子是一个棺材嘛，是无共啊。一寡语境会甲日本统治有关的，比如讲苏开，苏开这日本话换入来嘛。安保这种语境，甲伊国民党的统治有关系嘛。安保较早咱台湾人咧包安保拢稀疏啊，国民党来统治了，变做是乌生的钱啊。所以。语境这种物件会随外在的这种社会甲政治的变化来变化就是讲伊这个语言的环境的变化呢。比如讲乌狗嘛足特殊，乌狗伫咧台湾人来讲，即样乌狗遐，迄中性的毋是咧讲乌狗啊拢歹嘛，毋是讲乌狗啊拢做好。但咱知影讲乌狗甲乌猫，这伫台湾是特殊的即种语境的气味这我就无专讲啊。我咧写诶时阵其实即摆诶工具足侪啦。即摆要进入即个语境因为我家己较少年辈，我感觉即摆工具也足好用诶。我若要入去要去模仿，还是讲要去找找迄个日本时代语境，我就会看台日大词典嘛。台日大词典，台湾对迄个台日大词典内底，甲全部甲海有关诶字，我就列出来。安尼我逐日来甲研究，安尼我就知影讲迄当阵伫迄个年代甲海有关的艺术是遮，伊遮艺术咱就开始会使来建造甲海有关系的情景嘛。安尼咱就是伫即个语境内底咧运作，比如讲海内、海路、海门、海峡、海林、海堊、海湾、海拔、海平、海片、海坡，即海势、海山、海上、海秀、海沙、海沙坡。种你逐个艺术，咱逐个艺术拢海风啊、海虹、海妖，所有的遮海洋海甲海有关的物件，你拢详细甲研究时阵，你豆会知影讲，伫咱的家己的语境内底，甲海有关的有啥物款的艺术水嘛共款，因为我迄当阵写反映和记行，海甲水啊，一只船走伫海上海甲水，所以我一定要了解讲，伫咧台语内底甲海甲水有关系。艺术有啥物感觉迄个物件足台语的，安尼。当然，咱无都像咱顶一辈的前辈台语本身生成的讲较足好，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安尼。伫即内底有足侪发现啦，比如讲水配，一般人你毋知迄是啥货嘛，水配有可能就是伊伫咧西洋甲伫咧西洋顶悬迄领配嘛这有足侪 surprise 啊！因为有当时咧学习的过程内底，所以我头拄其实已经讲了啊。我出版迄个反映和机行的时阵，有即种，因为我嘛追求即种素净啊，就是讲有当时咱的议题真严肃，毋过咱咧去做的世界内一定要有足柔软的物件来支持啊。比如讲国外的人，我
我就写一段爱情嘛，写足水的爱情。啊，欢迎回记行，我嘛写一段爱情，因为上严肃的问题拢需要爱情啊，来互伊平衡，爱互，所以我拢会去重这种抒情。啊，其实抒情的情，毋是干那爱情嘛，包括咱对土地的爱，咱对老爸老母的爱，咱对故乡的爱，迄拢是爱。其实假使咱的文字若是干那化口号的论述，还是讲论述也是化口号，咱无抒情，安尼其实人读袂落啦。所以其实做一个写小说的人，上关键的技术应该是抒情的技术。就是讲偏偏是要写一个道理，你若有抒情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囡仔小老母一个足平常的批，伊就是一个足杰出的文学作品。这个道理大家一定拢知影。所以抒情掌握抒情的能力，就是一个作家，我都讲做一个重要的作家的一个上关键的能力。就是讲，这个描写内底敢有迄种抒情的能力。这就是我本身咧看一个作家伊咧起造的世界，伊敢有法度去说服人的一个足关键的能力。看任何期行有一寡朗读的段落。我迄当阵出版的时阵，有找一寡朋友来悼念啦，因为足侪人讲读无嘛。所以阮阁无迄个成本来录有声册，所以请朋友来读。所以逐个若有兴趣，会使来以这来读啊，足深色的。这拢是歌手，这个是歌戏的大师谢明佑是唱歌的嘛这因拢真，这朋友拢真有义气啊！来悼念所以你会使伫内底听到即种抒情的即种段落安尼。上尾我用一寡时间，我可能嘛莫占大家伤侪时间啦。上尾的时间因为咱咧讲起造的世界咱要用小说来起造啥物款的世界我用这个标头就是讲一个古雅的新世界要安怎来产生，要安怎来出世就对了。这是根据宋朝先生的迄个台湾文学300年，伊内底有一个数贵的文学神话的理论。其实这个理论嘛是为佛来这种世界的一个文学大师的迄个神话理论来。咱任何的叙述的作品，任何的小说拢共款。其实会使讲，所有的文学作品拢是有这个问题，拢有这个情形这个依靠就是环境这个人当然就是我拄来讲的是主角，还是讲作者，拢会使文学本身有分做4种，就是春夏秋冬。毋是咧讲写春天的文学是叫春天的文学啦，毋是安尼，有种4种阶段就对啦。春天的文学是一种传奇的阶段，伊就是一种英雄的史诗，胜利的英雄，伊就是咧战斗的，就是咧开拓新的领土所以伊个是旷跨美丽的迄种物件迄是叫春天的文学。我目前出版的2本册差不多拢是即种春天的文学，包括着我上新的诗集，即个台湾我的祖国，佮有我的小说迄个欢迎回去大约就是拢较像即种春天的文学。即种春天的文学就是讲叙述者也好，还是讲主角也好，伊讲的物件拢是有种传奇性，伊拢是开拓啥物，伊所面对的是一个无稳定的环境，毋过透过即个主角的力量，去创造即个处境，一个新的处境所以这就是所谓春天的文学春天的文学。夏天的文学就是讲即你看我甲人话你顶悬でも今読めたよ。夏天的文学呢？夏天的文学就是讲，即个人，即个主角，哎呦，有囡仔声。即个人的主角，甲即个环境呢，伊是甲做伙，伊是融合、相融无间中文安尼讲，就是讲，因两互相之间互动足好诶，无啥物冲突
嘛无啥不安，就足喜乐诶。所以即种文学就是戏剧，就是田园诗。安尼讲诶，华是迄种田园诗，啊，因内底形容是足欢喜诶迄种。就是因为迄种安居乐业安尼，所以伊迄是写出来的世界，种优美的世界，优美的世界。秋天的文学呢，秋天的文学就悲剧啊，秋天的文学就是讲，哀歌啦、悼念诗啊，就讲失败英雄，来到一个所在，自怜自爱啊，即种物件就是讲有水水啊，毋过水水啊，有即种变容像林黛玉迄种型所以即种文学就是种秋天的文学，是种悲剧。上有名的悲剧就是即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嘛，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上典型的悲剧，内底两个好人，毋过拄着家族的两个家族的对抗，所以因的爱情是无结局。因爱情的无结局，毋是因为因的人无好，嘛毋是因为因无能力，就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所以人是好人，人是好人，毋过环境被环境所逼不得已，所以造成种失败。所以这就是秋天的文学。台湾伫北控年代进前的文学嘛，是大约拢是秋天的文学啊。会使讲2000年以前啊，会使讲2000年以前，大约拢是秋天的文学，拢较悲剧较济啊。毋免讲也是也得久啊，差不多规个，包括乡土文学嘛是啊，乡土文学嘛拢悲剧。所以大部分拢是即种悲剧的文学。过来就是即个冬天的文学，我应该讲是秋天甲冬天的文学啦，是讲2000年以前啊，大约啊，尤其是美丽岛事件以前。因为台湾人看无春天，一直到美丽岛事件以后，开始倒半夜啊。这讽刺的文学，包括讽刺诗啊，迄种文学呢，连英雄伫倒都毋知，内底全部拢故乡，拢故乡，没有英雄，只有故乡，规个家业拢无去啊，足恐怖足怪，迄种水是安尼啊。即种文学嘛是会记得，伊咧谴责的时阵，伊这嘛做有力的吼。但只是讲，迄是一个冬天的阶段。你想迄今仔是六四嘛？六四来讲，因中国人写作者六四的诗，拢是即种讽刺的文学啊，拢是种讽刺的文学。咱台湾人写作者抗议谴责的文学嘛，是即种讽刺的文学，包括七等生，伊嘛是即种文学，所以秋天冬天的文学，毋是少的，伊是诚济。伫台湾来讲呢，我是嫌伤济啊啦。咱即马应该爱来写的是即种文学，是即种甲春天的文学。气氛来讲嘛较成啦，气氛来讲，就是讲咱豆豆得到讲会使甲世界即个世界互动的机会，会使用咱已经有的资本甲世界来对话来讲话吼。所以咱创造出来的文学应该甲即个精神爱结合。咱的文学的价值性较好，毋过近%，我头讲80%应该修正90%啦。近90%台湾文学拢是迄种其他文学，拢甲即种文学无关系，拢是嘛毋知咧写啥物货，嘛无问题意识啦吼。所以这是台湾很出息的华语的文学好啊，台语的文学嘛是啊，台语的文学足侪嘛拢写无重要的物件，我嘛毋知是安怎写安济拢毋讨论问题啊，这是问题啊。有可能为着要吹杀台语，逐个先甲台语写出来，毋过总是爱写问题啊。若无写问题，咱的文学作品一定放袂记。OK， 所以我拄则咧讲的迄个反映的期限，就是其实我就是这 Google Map 吼，我咧看遐阵就消息是，就是伫遮故障去啦。这个海足大地。所以故事发生伫遮。我7、8年前写这个故事的时阵基本上东海的问题人无啥咧关心啊，就是西太平洋的问题，人关心咧讨论较少。迄当阵较讨论较侪是迄九段线，就是迄个南海的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所以我讲，我就想，我本来想讲，我准备要失踪伫倒，我本来要写南中国海，想毋对，因为遐个问题较无好发挥啊。因为已经伤险目啊，迄当阵啊，所以我先写迄个西太平洋的问题，结果写了的时候发现
讲古海峡无人机开始飞嘛，就是即个中国人的无人机啦，开始伫为讲古海峡过来。菲律宾海变做是一个重要的所在，包括美军的军舰，伊的第一，伊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拢过来，所以这会使讲是，这会使讲，互我的小说变做有即种预言性啊，有种语言性啊。好，以上就是我今仔日要分享的物件。安尼，因为时间的因素，所以今仔讲的有较紧吼，歹势。啊啦，有对佫需要我补充的，随时拢会使甲我讲诶。好，咱今仔日总是台湾的台语的小说会当来行到春天的即个文学，嘛是开阔咱的一个视野，互咱行往世界安尼会当接线。内底真正是藏介济即个语言吼，啊，佮有即个魔幻吼。你若看即个基范号的即个即只船仔，就感觉真正是足趣味的吼。好，啊，咱即马要开始开放，互逐个人来提问。我想，应该是咱是毋是请单位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对话一个？哦，今仔讲这真正足精彩吼！这要写小说，得先找问题吼，啊，佮即个语境的问题哦。我长大捌中上兄吼，已经20几冬啊吼，我感觉中上兄的思考吼，甲20几冬前已经改变足济足丰富吼，嘛，互我真济即个新的概念出来吼，即个少年人吼，老一辈人即个刺激吼，新的概念对我个人来讲，我咧写小说是写作的时阵吼，写作前啊，写作后，真少用即款分析的方法来咧看即篇小说还是作品吼，这可能是一个较歹的习惯吼。因为我是惊讲若分析落去到底吼，为小说得到艺术方面的快乐吼，会变无去，变少去啦吼，这可能毋对啦吼。我有一点，即个中上兄即个看法吼，我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吼。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啦，凡是对文学有趣味的人，可能今晚拢会想到即个问题啦，就是文学或者讲小说啦、诗啦，是啥物物件，还是讲有啥物价值啦，对作家来讲，你啥啦才要写这篇小说，还是讲你写了，对这个伊产生的对社会产生的效果，还是讲对你家己产生的效果是啥物物件？我感觉咱文学咧讨论文学的时阵会当用这个角度来看啦，我个人看，我是感觉讲，这个文学是啥物物件或者讲是文学的价值伫倒位还是讲为虾米你要写小说，要写诗为虾米？你假使若有问到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会当讲啦第一这个文学或者讲小说啦诗啦为集体台湾人集体立场来讲这个文学的内容愈丰富的时阵到尾会产生一个
真有价值啊，真难得的物件，就是讲集体的感情，吼，啊，甲集体的即个概念，吼，啊，甲集体的记忆，吼，这吼会当为真好的文学，吼，定定是真侪集体足侪作者写出来，迄个集体力量，替一个族群产生出来一个真宝贵的物件，吼，这我认为是小说的，或者讲价值会使啦，吼，还是讲效应效果啦，吼。啊，另外一方面吼，我感觉同款重要，就是讲吼，文学吼，到尾啊吼，会当替即个语言，像讲台语文学，到上尾会当替台语还是台语文，吼，制造一个真水气的语言出来，吼，就是讲变做台语文学会当成做台语文的一个结晶，上美丽的结晶，吼，这就是另外一方面台语文学的，我想一个真重要的价值啦，吼。虽然毋是每人会当挑地工安尼制作出来，但是到尾啊，集体出来会变做上水气的台语文会留落来，会变做一个结晶出来，吼。所以我感觉对文学有趣味的人，吼，可能为这两方面来看，吼，你会感觉讲，你会讲，我啥才要写这篇文章，我啥才要写这篇小说，你可能会当得到一寡安慰就对了，吼，呀，多谢。多谢陈伟兄，多谢。吴社长，你有要回应陈瑞老师伊的看法？我想，陈伟先伊的讲法，基本上甲我是完全无冲突啦。我咧讲迄个，伫咧讲迄事实的迄个时刻内底，我有讲到迄个感情即个脉络。当然，徛伫迄作家是讲家己的感情，毋过伊出来确实，陈伟先咧提醒的是足好的一个补充，就是讲伊到尾会形成一种集体的即种感情，集体的立场，集体的记忆。实际上，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感情史啦。就是咱文学就是一个民族感情的历史啦。还是讲文学就是一个民族记忆的历史，还是讲文学就是一个民族意志的展现啦，就是立场的展现啦。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成果，这就是这个物件。另外就是当然，迄成果的物件，就是讲，因为文学家伊开足侪时间伫即个语言的刷内底去捏着迄个事实，去凸显迄个感情，甚至是感情背后的信仰，所以伊当然就是上界珍贵、上界有密度的迄个结晶嘛。我想是足多谢陈伟先互大家一个安尼一个补充，所以是我家己对这是无啥物问题的，是我完全接受的，是足认同的。阮当咧读陈瑞老师伊的小说的时阵，甲过来换读你的小说的时阵，迄是拢无共款的即个思考啦，对我个人的迄落是安，因为我知影陈瑞先的小说是天才的小说，陈瑞先，陈瑞先伊迄就是台湾的鲁迅，他就是台湾的鲁迅，所以伊的小说是自然而然的写出来，
哦，所以伊迄种写法，就是我上欣赏的迄种啊，伊就足够欠的讲，伊无去想遐尼济嘛。啊，事实上确实是安尼，因为伊迄个自然而然就出来，因为伊迄个，而且伊活伫迄个伊的语境，伊的迄个时代，就是足自然、足古啊，迄个时代的语言，所以咱是爱足珍惜陈玉生所留落、所写落来，遮小说的文字，迄是咱台语上珍贵的资产啊，哎呀，所以这确实是安尼啊，嘿，啊，甲我无共啊，因为我的台语已经甲陈玉生的台语已经差30-40年以上的语境啊，就是伊伫写迄个台语是60年代、50年代迄个时代的台湾社会语境，我的写的社会语境是我做囡仔开始的语境是70年代、80年代台语的语境，这已经甲迄个时阵已经差30年以上啊。哦，所以这两个语境的差别已经形成作品之间的迄个差别啦。是，所以吴社长伊甲咱带入来到一个春天的即个文学的内底吼，互咱甲即个安怎起造即个世界。我感觉伊今仔日讲即个题目吼，啊嘛互我足侪思考啊，亲像语境遮的迄落啦，啊要安怎塑造即种的能力来要做一个小说家。我即马开始嘛在去想即个问题吼，即所情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对写作有兴趣的朋友，恁可能爱足认真去想这个问题。譬如讲，你可能爱真正练习写前批，互你喜欢的人。你有法度写前批，互你喜欢的人，写甲伊会感动，安尼你才有法度写文学。我讲的这是足实际的。你看我伫国外的人内底在写4000字、5000字的前批哦，迄是我后来有法度写搁较遐尼长篇的一个足重要的基础。我国外的人的第2章啊、第3章我袂记啊，迄是5万字的前批呢，分做10章的5万字的前批呢，敢有人我都写5万字的前批？啊，有的人，你要进入这个文学的创作，你的资本就足够的啦。你的资本足够的，因为世界文学就是安尼嘛。你讲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伊的爱情有啥物特别的嘛？伊的爱情无特别。毋过歌德甲写出来迄种物件是足特别的文学，迄就是伊的抒情的能力足悬的，悬甲伊变做是一个经典啦。我咧讲就是安尼，伊的爱情袂比例外的爱情，即种小人物的爱情拢共款啦，咱拢共款即种情窦初开小人物爱情，迄拢无啥物特别啦。但是特别是透过歌德的迄种抒情的能力，互伊的迄个维特迄个少年囡仔密特迄个少年囡仔的爱情变做世界文学的经典啦。迄是伊的抒情的能力在掌握的。所以对于所有新踏入来文坛想要写作的人来讲，即个掌握抒情要安怎练习，用上少语传达上侪感情你若加倍字，就是加倍以上的感情。你要有即种能力的时阵，安尼你的文学已经成功一半。我拄则讲，迄陈瑞生的文学伊就是因为伊文字本足侪，毋过伊的感情足高。所以我讲伊是台湾的鲁迅，就是安尼嘛吼。啊，我要请教，陈瑞生有举手哦。请讲，嘿。请你先讲，你先讲。无，我要问即个吴社长，拄啊，陈雷先生又讲，伊看20当前的你，甲即马已经拢完全无共。啊，你毋知有感觉你安怎无共？我敢若感觉我囡仔真大汉，我开袂少。无，无，确实有影对你较早的华语的作品一直看来到遮吼，其实你的文学底子确实有影真饱啦，嘿。无影啦，无啦。你搁足早就开始写作啊，真正是若看华文嘛是有影真享受啦，嘿。我要搁一个问题，你拄仔咧讲抒情的能力吼，比如讲你拄仔咧讲爱情，咱迄个国外迄本的国外的人，伫内底你写遐济爱情，你的抒情是为倒来？是为外围啦，还是你本身的经验？天生的啦，查甫囡仔比我还会哭的，无足济啊。
我讲实个啊，我看新闻就会流目屎的人啊，啊嘿啊，原来，我嘿啊看了真正足感动，迄个内底情我景。讲实个，因为我比如讲我伫咧教会啊，啥物，我随时拢会流目屎的人，阮太太会使证明。主阿管吼有问一个问题，囥伫老话区吼，我替伊问，伊讲请问，你头拄仔讲写情批，伊问讲你敢有写情批，互你的太太？有，啊，毋过毋是台语的，迄是较早咧交往的时代，佫无用台语来写的。啊，你若即摆吼，囡仔生到囡仔，即摆已经囡仔遮尔大汉啊吼，迄情批我实在是写无落来啊，你知影？咱即摆写的已经是翁仔某迄种情批无，迄拢是迄落啊，你当时要甲我买物件啦，哦啊，当时要去堆接送啊，拢是即种的，较无真正足认真写情批啊。是来，请咱单位迄个老师，迄个我其实我是咧请教中上兄啦吼，我看吼，我比较你中文甲台文拢写甲平差不多分量差不多50-50安尼，毋知对毋对啦吼。但是我的印象吼，我是感觉讲，你虽然台文是落尾才写的吼，啊你是中文做基础的，其实啦吼，我的感觉啊吼。我的感觉是，特别是诗的方面吼，你的台文其实比中文写了较好咧。吼，毋知你有同意无啦？那即个问题，我若讲我家己的看法吼，诗的部分我用华语是完全无得写，所以我差不多无华语诗啊，所以迄是规本的诗集甲完全无来比较，这是绝对是安尼，因为我完全伫华语顶悬无写诗的能力，安尼。小说来讲，我家己以字数来讲，我因为我的台语已经出版100几万字啊嘛，所以已经比我用华语写的迄个，已经比用华语写的作品的分量较济啊，应该已经来到3倍济啊，其实我写华语的时间足短，我是足紧就受到注意，毋过我写的时间足短，足短。我出3本，我写3本的华语的长篇小说，毋过我敢若写5档尔。毋过刷来我20档，我到目前为止是写6本嘛，佮有一本等于写第7本，所以算起来，虽然讲我尾仔写了有较慢啦，毋过嘛是佮比华语较济安尼。啊，若较好无得来爱问读者，我家己就无方便来评断安尼。好，才有一个迄个陈秀基老师咧请教吴社长，写小说的抒情能力是华语的描述刻画能力是无？抒情的能力足深刻的啦，这就是一般甲描写有关系呢。你若去看迄种，你去看人咧写情批吼，迄甲描写有关系，你会甲诗有关系，诗的能力加减有关系。诗歌基础就是抒情诗嘛。你看迄普希金，你看普希金的诗，普希金的诗就是对环境的描写来诗。伊咧讲伊爱情，伊袂一直讲伊偌爱你安尼，伊会去讲伊看到啥物货，伊看到即个草园啊啦，伊看即种树啊啦，伊看即蕊花啊啦，伊一直描写迄个花，描写甲互感觉讲伊心就是甲迄蕊花共款安尼。所以伊即个抒情的能力甲迄个描写的能力也是有关系啊。你去看迄个诗人之间的情批啊，因迄话一个诗人爱着另外一个诗人，伊迄诗人的情批我最爱看啊。伊咧讲啊，我伫地吼，我即摆伫地吼，啊即摆即个所在外口是窗仔看出去就是塞纳河安怎吼，会看着啥，啊天气安怎，真雨来安怎，你咧看哇，安写甲遮水，迄就是抒情的能力嘛。伊迄就是咧描写景致的能力，迄个描写景致的能力，就是内底有伊的感情。所以我伫拄则迄个小说的迄个叙事的结构内底，我甲描写放伫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你若无描写景致的能力，无描写物件的能力，你基本上你抒情的能力根本你无多抒情，你敢若我都画口而尔。
你讲我都伫咧用感情化口来讲你的感情尔。好，龙宫兄伊有举手，咱小等我佮问伊，有一个人咧问，是苏琴还是苏正？伊伫遐咧抒情啊，抒情。苏琴吼。嗯。啊，来龙宫兄，请讲。今仔日吼，可能是我安尼即世人吼，上着这上精彩的文学写作的课啦，吼。感谢，不敢。其实我今仔日这收到的这新的这个文学的这个理论吼，还是讲这个方法吼，还搁伫遐咧消化，还搁伫遐咧消化，所以我就来试看觅来实验讲。来做者我用我即马要来对你的咧问问题吼，要安怎来问啦吼，要来问你，吼，我用来运用你拄则咧讲的迄个理论吼，你迄个叔这个理论，我来讲呀吼，其实吼，我捌常常的过程吼，可能是含迄个单位小可有类似啦，上早熟悉是伫迄个加拿大吼，迄阵啊，我发觉着讲。迄阵，我靠有一个遮少年开的即个作家吼，伊个资讯背景吼，华语写作足有天才型的，嘛是天才型啦吼。就想讲，要不咱就来调工来甲邀请伊来演讲吼。你来看伊即个抑个安尼抑个吼，足有趣的。足先吼，看你跟我囡仔差不多岁。过来吼，我含常常继续拢有加减联络啦吼，迄个联络拢是透过伊迄个台湾战线诶，即个刊物吼，我嘛是写幼稚啦，但当时我毋是创作者啦吼，就是干那伫边仔拍谱啊吼，边仔甲关心啦吼。多谢，足重要。但是佫较来含较深入的迄个对谈，应该是讲。伫迄个2007当前，15年，15年吼，邀请伊来即个美国来遮演讲吼，伊是迄个演讲的题目是迄个国外人吼，当然还未看到伊的小说进程，我是想讲可能伊即个国外人是咧讲甲即个伊的基督教的即个伊安那信基督教即个背景吼。有一寡牵连吼，伫迄个中间，我含伊有诚深入的对谈吼，毋然安尼佫后邀请阮遮个社区的遮个对文学有趣味的人来谈啦吼。佫较落去的，我感觉一遍较趣味的即个对谈，就是去伫迄个哈马星还是迄个所在，就是去伫迄个高雄，叫做博尔到尾阮有含一个即个中国牧师、国语教会牧师伫迄搭对谈，吼，我感觉迄场要讲话，我感觉不止深入啦，吼。来，即马讲正吼，我是要带入去讲，我即马要来问即个问题啦，吼。我来讲用，这是真实，我会含即个中上遐我要问的问题人的即个。这是真实的我，但是我即摆要用的论点讲，若讲这个时阵，咱讲遮，咱就私下讲就好啊，吼，较有需要讲等即个公众的即个物件来讲遮个问题。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我可能有一个稳重的问题，稳重的我，稳重的我有想着，我会想着讲，可能我问遮个问题的时阵，对咱遮个听众，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意义，甚至讲会当引起讲，佫较深入即个对谈啦，吼。所以讲即马，所以我要问的时，我就爱去选择，讲我到底是要用啥物款的角色来提问，吼。我的即个，比如讲，我即摆是要讲互你听嘛，吼。其实我即摆咧讲的即个问题是，我要讲互你听。但是其实伊只个受众，即稳重的受众，已经扩散出来啊！读遮个物件，有可能是，毋是干那问你啦，吼，有可能我有可能会问的
我的即个内涵的意思的时阵，有可能是敢若是伫咱即群的中间，吼，啊嘛有可能是讲以后看到即个 video 才会已经传出去啊，伊迄个信息伫迄个问题的过程内底已经传出去。所以我即马佮讲到这，就是讲最近有咧读圣经啦，吼，圣经才会，我感觉讲读圣经一个人读，含一群人读吼，是无共款啦，吼。我是咧想讲，读文学嘛会共款，是即个意思，就是讲要来消费，要来用什么款的方法，吼，做一个消费者，你要来去读圣经，你要来去消费即个文学作品，吼，到尾啊，迄会产生足无共款的迄个效果啦，吼，迄个结果会完全拢无共款啦，吼。像讲像讲即马若讲咧读迄个启示录，吼，启示录，吼，啊，所以若是讲好，你含一群变做讲毋是讲台语的人，也是讲含一群即个信仰的基础足保守派的人，含一个信仰基础足自由神学的人，迄读到迄个圣经要甲咱讲的故事，有可能会大家领受到的，完全会变做无共款啦，吼。所以我就先就安尼，吼，半学习，吼，啊半也真正讲实在要来问问题，吼，安尼来请教即个中上兄啦，吼。啊，总是我是感觉讲，拄则你咧讲迄个春夏秋冬的即种的迄个理念，吼，我伫迄个宋德来迄个先生伫 Facebook 有不止有咧讲，吼，啊，系我感觉讲，若是讲做一个文学家，吼，做一个文学家，我相信，吼，啊，嘛有一种的可能加减啊，会想讲有一点仔加减的责任感啦，吼。啊，我照我所有限的理解内面，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吼，啊，后壁的中间迄个文学家，吼，扮演足大的即个角色啦。多谢。个陈雷先生有举手？请教中上兄吼，我知影你写的甲台湾正线的即个用字方面吼，拢是出在台湾正线，就是讲啥物人写安尼写来拢无甲改就对啦吼，拢随时拢在读者去看就对啦吼。啊，我要请教你吼呀，你写的差不多99.9%拢汉字啦吼。是。你迄个中间画汉字是足困难，对我来讲是我毋捌看过吼。啊，你要用即个汉字的时阵吼，即个实际的手续是安怎是？你是爱搁编字典，还是讲写了惯字怎安尼？还是敢会小可解说一下？这 OK， 伊即个部分我一直咧变化咧，因为真正工具较少。真正工具较少啊，所以我落尾有工具，就拢照工具。譬如讲，即个写国外的人的时阵，我就照迄个信蒙来迄套来拍嘛，啊拍就走出来，走出来会使用我就用安尼。毋过发现有人甲我讲伤难的时阵，我就改一寡音标，毋过音标比例无济。啊，因为最近。我发现讲，逐个个小可有一寡差别，所以最近就用迄个教育部的教育部嘛，一个输入法啊，所以我是一个用啥物字对我来讲无足大的差别的人，所以我即马就是讲啊，教育部迄个tool甲我讲啥物字，我就用啥物字安尼。但是有当时我嘛是希望逐个互我一寡 feedback，就是说，就是讲啊，你若互我知影讲，即个伤难哦，还是啥，我就莫用。我即马有即种，我即马较有即种想法，因
因为我的稳重读者其实就是袂晓台语的人。我咧写小说就是即个阶段的稳重读者，某一个部分就是要学台语，莫伤过难。所以我一方面无用伤济，无用伤济音标，一方面嘛无用伤济难的汉字。毋过我是一直咧实验。后来我发现有足济人甲我讲，伊读的第一本台语小说是国外的人，这互我惊一跳，因为迄本册足够的，迄本册足够。毋过竟然有足侪人甲我讲，伊读的第一本读完的台语小说是迄本，所以迄本伫咧试验顶悬，伊某一个程度，迄本的迄个用字的试验应该算是有成功的。只是讲敢有上好的用字，其实我嘛做嘛讲有一天这毋是咱台语作家的思考的问题啊，因为迄可能是一个我家己是读电脑的，所以我看代志看得足技术的吼。我这甲理念拢无直接关系。对我来讲，迄就是一个定式的解决的问题啊，一支定式的解决啊，就是我甲我的全部的文字有翻档的，还是讲全部 scan 入去，只要一个定式就甲改了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讲有一天若做讲咱的教育，因为我的立场一直要保护生产者，要保护生产者的意思就是讲，即卖的即个环境是一个对生产者足无友善的环境，对台语文学的生产者足无友善的环境。伊就已经无通趁钱啊，伊阁无收入，写这物件无收入，阁受攻击，攻击阁外口的，阁有内底的，专家的攻击，互相之间的攻击拢有。所以生产者已经是一个已经要写的时阵，结果受攻击的情形，互伊毋敢写。所以我感觉阶段性，我家己的理念足简单，就是先保护生产者，先保护文字生产者。消费者毋是生产者的，教育消费者毋是生产者的工作嘛。当有一天消费者互教育起来，消费者是啥应该爱做的工作，讲起来应该是爱教育部做的代志嘛，应该是国家还是讲这社会资源、其他的资源去来做的代志。其实教育消费者无应该是生产者的代志呢，只是讲即摆生产者担头有较重啊。一方面家己爱生产，一方面搁爱起来共教育讲，你这消费者你爱安怎读安尼？所以我是感觉大家爱分工嘛，我家己讲话较直啦，我是讲大家分工袂使。你只要甲消费者讲互好势，生产者就配合尔。你甲消费者讲教好势，你大家拢我都读啥？我就配合啊，我就配合恁写啊。我因为我做电脑的人，我就看代志就足简单的。你就来了一个定式就解决啦，安尼。所以。我并毋是因为什物款的理念，我用的物件拢是因为迄个工具用迄个，所以我就用迄个安尼。毋知安尼敢有回答？但是对，我来 follow up 一下啦，拄则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讲咱这个台湾文学尤其是台语文学变成有一个困境啦所以就是讲文学家和这个变成语言还是讲要语言的推动有时合作伙有时我即摆咧读一寡台语文学伊就袂输咧溜一寡古早话伊会想讲我要透过文学，我要来推动台语到尾迄文学性咧无去所以所以就是毋是正讲的迄个文学啦拄则我转来讲，你拄则咧讲即个文学是一种现实的发现啦系现实的即个骨啦去掘迄个现实，乌骨乌骨佮去回应现实另外一个参悟现实我是感觉讲这讲这对文学的即个内容还是讲无共款的赞助啦我是感觉讲一个正全面的一个说明毋过我即摆就是咧要来请教讲，你所谓的现实和真相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照我的理解就是讲，真相就是一个较客观的一个 fact， 甚至嘛无完全客观啦你就是讲你真一件
件 fact， 就是一件事实啦吼。啊，来经过咱每一个人主观的认定，还是讲伫伊的迄个社会环境的时阵，啊来了，伊去 perceive， 伊去家己去感觉到的迄个感知到的迄件事实，开始变做咱的 reality， 咱的迄个咱的现实啦吼。啊，所以讲，若讲伫即个文学家，因若讲，你若讲用要来发现现实吼，啊，你即个毋免搁去发现啊，因为你若是讲现实是变做讲去甲即个事实去消化过，经过咱的即个理解，还是讲咱的即个感情吼，啊，有去甲消化过的时阵，安尼即个现实就对一个文学家来讲，伊就毋是咧发现一个现实，伊应该是讲咧吼，要来讲要哪回应，还是讲要来讲伊本人伊的处境，伊的现实，啊，甚至来参与即个现实啦吼。我用安尼来讲，毋知有正确啊无安尼。多谢梁公兄，我其实我伫内底，我并毋是足认真咧讨论迄个 fact 甲 reality 之间的迄个关系，就是讲，我毋是咧追究讲啥物款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我拄则咧讲的迄个问题，只是咧提醒一种态度尔，就是对态度的提醒尔。迄个真实若讲造成逐个confuse 来讲。我想你不如你甲当做历史的文本就好，还是讲当做新闻纸顶悬写的文字，还是讲当做新闻报道安尼就好啊。就是咧讲有一种态度，有一种文学的态度，只是迄个zan词的发现尔，就是迄个历史文本的发现，还是讲历史文件的发现，还是讲新的历史文件的挖掘，新的历史迄个记录的发现挖掘安尼，迄种态度尔。有的人就感觉讲安尼就是有够啊。但是我是更较鼓励这种态度，就是讲爱去回应即种历史文本，爱去回应迄个历史的记录，爱去回应即个事实啊。所以我并无去讨论讲啥物款的真实是啥。当然对一个作家来讲，咱写出来真实才是真正的，更较大的迄个真实，伊是包含。迄个真相，迄个 fact 内底迄个历史的文本，但是我毋是咧讨论讲啥物款的真实是上大的真实安尼，只是讲态度顶悬。像我一开始写，我就是要回应的，就是讲我一开始写，我就是要参与的，就是讲我一写，我就想要改变的。我知影我安尼讲的时阵，就已经开始咧改变的。文学有即种功能啊，开始咧讲就改变的，敢有啊？迄个有即种文学，迄个宣言式的文学就是安尼啊。拄则梁公兄你有讲到圣经嘛？迄就是安尼啊。有啊，语言有即种功能，语言有种选择的功能哦。祈祷就是嘛吼，佮有啥？结婚的时阵，主婚人问讲新郎你愿意娶新娘无？我愿意。伊咧讲我愿意，迄个瞬间就已经完成啊。诗就是安尼嘛，文学就是安尼啊。当咱讲我愿意的时阵，伊即个我愿意就已经完成啊。我讲我爱台湾，台湾是我的祖国。当我讲完的时阵，台湾是我的祖国已经完成啊。这个认同伫咧讲了时阵就已经完成啊。所以伊敢是事实的产物，伊是事实的产物啊。当所有台湾2300万人，大人讲台湾是我的祖国，当伊讲了的时阵，这件代志已经完成啊。我写诗集就是咧产物嘛。我写诗集互大家念，讲台湾就是我的祖国，台湾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台湾，台湾我的祖国。当讲了时阵，毋是我的文学完成，是我要吹杀的物件已经完成，因为已经讲了。我的意思是安尼啊，等于咱莫袂记讲文学本身就有一种参与性啊。迄甲宣告共款，迄甲祈祷共款啊。这是，毋过这个讲就愈深啊。但是我即摆是咧讲，其实态度顶悬是安尼。你即摆已经12点外吼，咱即摆阁有一个重要的林志美教授吼，有要发问，咱是毋是请林志美教授开你的麦克？
大家好吼，我是 DV 吼。是今仔日的这节目吼，足丰富吼，嘛真互我会思考吼。所以我想要先对即个内容用我家己的方式来解说、来理解吼，来解说甲要问一个真浅薄的问题吼。我感觉讲，即个要文学的即个创作，就是你开始是你为一个心的感动，就是你咧即个咧体验、咧现实生活、咧参与中间有一个感动。但是就去即个感情以外，就是嘛是爱用读壳吼、理智的即个思考，所以才有推设一个方向，要来改造啥物吼。所以即个后壁有你家己的一个信仰，讲要安怎推设。所以对于你即个作品的时阵，倒一个角色要用倒一个角度吼来描写，所以有一个敢若讲用读壳来整理甲选定吼，运作表达出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敢若讲普通咧讲诶，讲真侪人代志都分讲是用读壳诶倒脑正脑吼，还是讲用读壳甲心肝感情安尼是吼。会使讲任何诶代志，尤其文学嘛是同款，爱两方面拢都爱创。但是我有一个家己有一个问题吼，想要请教你，因为你写遮尔侪好诶迄个小说出来。咱台语诶语词内底嘛有一句，就是讲话出喙吼。所以定定吼，亲像你讲，你定定咧看情绪还是咧看新闻，你拢会流目屎，所以有刚开始就是有即个感动亲像阮妈妈讲，你写文章就是拢用心来写呢。但是若是讲话出喙吼，即个为你即个感动要甲会用诶表达，用文字来写，即个中间吼是你是安怎训练诶？还是讲来指导阮讲，若是想要行即方面诶时阵，是要安怎甲咱即个感情甲思考吼，咧讲话出喙中间要安怎用咧表达出来？我想要请教你。多谢，这个问题足实际诶问题吼。有当时无度随写，嘛有当时无度随讲。我家己诶经验，可能甲逐个前辈诶经验无一定共款。无我家己诶经验，就是咧讲，我会去找一寡形象，就是咧讲，我有当讲袂出嘴，毋过我想着啥物。比如讲，我浮现伫我诶头壳内底是啥物？比如讲，我要离开我诶厝，我进前，因为我是一个足顾念家己故乡诶一个囡仔，我足无爱离开我家己厝。毋过我因为工课诶原因，我爱离开高雄嘛，爱去台北，所以我变做讲我定定离开故乡，所以我就感觉足做啦，心肝头足新闻安尼。迄个新闻诶时阵吼，出现伫我诶头壳内底是啥物件？有当时咱就会出现诶迄个物件，你甲掠来就对啊。你若讲较实际方法，我迄当阵有写一首诗咧，故乡诶菩提树嘛吼，就是安尼，因为伊出现诶物件，出现诶物件就是你诶感情诶核心嘛，迄个感情核心。所以因为我就想着讲，我伫囡仔时代诶迄个菩提树迄日头照过菩提树诶时阵，我就感觉甲迄个菩提树有一种互动，因若像我诶朋友共款，所以我就甲我诶文字去描写迄丛菩提树，迄丛树仔就对啊。所以大约就是安尼诶原则啦。比如讲，你思念可能是一个人，安尼你甲迄个人之间一定有一个啥物共有诶画面嘛，还是讲一个共有诶景致，或是一个共有诶物件，可能伊互你诶，你互伊诶。即种物件叫转喻啦。这种转喻就是共识性嘛吼，就是讲你毋是咧讲迄个物件诶本质，是讲迄个物件是你甲伊共有诶。迄个物件，迄个记忆是你甲伊共有诶。比如讲我讲迄个菩提树就是我甲我故乡共有诶。我因为菩提树，所以我变做我进入伫我自细汉诶故乡内底。
共款你爱即个人，你爱即个人，哦，你送伊的迄领衫，还是讲伊送你的迄领衫，还是讲哦，恁做伙去过一个啥物所在，迄个所在变做你感情上核心嘛。所以你讲袂出，咱讲袂出嘴的迄个物件，到尾仔会变做咱对迄个画面、迄个形象的描写。咱只要把握即个原则，咱逐个人拢有法度去甲咱讲袂出嘴的物件写出来。你变做讲你看去描写迄领衫，还是讲你看去描写迄个画面，还是讲你看去描写迄间厝、迄座山、迄个溪流。当你写了的时阵，你讲袂出嘴的物件已经完成啊，你已经写完了。所以，敢会使讲你写的时阵有即个影像咧，你的谱的。是，绝对有影像，绝对有影像，绝对是靠形象咧思考的啦。多谢。阮的抒情，阮的感情的抒发，绝对是靠形象，绝对是靠形。你无形象是绝对无可能讲会出嘴的。只是讲伊讲出嘴的方法，毋是讲述，毋是 describe， 毋是去讲，伊是描写，伊是描写，伊是展现啊，伊是 express， 伊是展现。对，表达。嘿，多谢。搁刷落去，毋知搁有啥物人问题？因为即马时间已经12:14。我可能爱拍一个广告，因为我最近出这欢迎和奇航甲即本册，即本诗集是台湾我的祖国，所以这拢是这台语诗集或者是小说。其实假使各位若对这个写作小说有兴趣，其实欢迎和奇航是一个较简单的小说，我故意甲写较足简单啦。所以你会使用迄个方法来写。即马已经我收到的回应是，伊看的第一本小说《欢迎和奇航》已经超过个我的人啊，因为迄本是足简单的小说。所以大家若想要对小说的基础有一寡参考吼，会使看迄个《欢迎和奇航》安尼。诗来讲，迄是台湾我的祖国这本诗集是我写20档来。收我这20几档写的诗安尼，拄则陈宇先有讲嘛，伊讲伊感觉我台语诗写得较好，确实啦，因为我感觉吼，伊拄则迄个叙述的理论内底，诗是完全无落差的，诗是迄个真实读者甲隐藏读者是差不多共一个人，叙事者嘛差不多爱共一个人，差不多啦，除非是某一种其他的想法，所以这是一种足特别的一种情形啊咧。我要请问吴社长吼，为什么即摆诗遮尔侪人咧写，无人写小说？毋过以早拢讲诗是一个上高赞的一个结晶。台湾即摆即个现象煞阵敢若无共，毋知你的看法是安怎？我若爱讲真话嘛，我敢是爱讲真话。我若要讲真话是安尼，我即摆毋是咧讲你，我是讲普遍即个整个咱即个台语文学的。毋是啊，即摆就是讲诗的定义的问题啦，就是讲因为即摆逐个人甲一段文章拆做一句一句写出来，拢宣布讲迄是诗嘛，我著讲歹势拒绝讲迄是诗啊。所以你的问题是讲是安那诗人哪会形容？伊明明是结晶，是安那形容变遐济？但是我认为好的诗足少啊，哎呀，真话就是安尼啊。好，咱即摆已经12:17，若是毋知秀班姊你迄边遐阁有啥物？真多谢迄个中上兄吼，真精彩的演讲吼。咱搁一摆甲伊说多谢。咱即马咱会使请迄个梁光兄伊有过咱后礼拜的节目吼，会使有过2礼拜的节目。了后吼，你若总有兴趣要落来小可开讲，即个 meeting room 会加开差不多10分钟啦吼。所以
你若准讲私底下，你阁有想要问问题，你会使。OK。好，多谢其实啊，大家，多谢。嘿，其实啊，我阁有一个问题吼，也想要问啦吼，大家咱我即摆小大家有看到？有。有吼，好，安尼大家。